伫咧新德县的江南有客家人狮，这客家人狮结合着戏剧、武术、锣鼓等等，其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四角形的狮仔喙。今年受到这双十节活动邀请，团员趁着过最后这几天赶紧练习，希望伫咧双十节当天会当有上界精彩演出。狮头随着锣鼓声摇来喊去。 真足甲看，参一般台湾人狮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狮仔的喙竟然是四角形，代表一喙食四方的意思。新德县江南乡的客家人狮准备在国庆当天提出上精彩的表演。现在客家狮就是剩下我们新竹县，就大概是剩下我们和郑家的。以前的时代不是像这样选一地，是那个土地还有草地那些的，江湖卖艺在那。 草席摆着，这个师傅放上去，我们就在前面表演。今年已经82岁老团长，少年时参师傅学习，后来转来到故乡，继续传承客家人狮。目前团队成员平均70岁，大家每礼拜同款做伙练习。这摆专队24个人，要代表新德县到总统府头前表演。我们客家狮的话，我们团已经其实最多人数已经到100多人。 对，然后我们这次出的就是只出我们最精英的24人出去表演。然后因为像大家就是大家各自有工作，可是要怎么让大家凝聚，就是我们自己，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宝，大家会为了这个宝，然后就是会团聚在一起来练习，就是为了这份荣耀。 四角形狮头脚踏7层步，加上客家花步，大家拢希望这个传统的客家人狮文化，会当透过这个表演，让后代子孙知影，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杜文和新店报道。